靠近烟花市政中心的体三地下停车场，主体工程大概完工，目前正进行景观设施。公局17号向市长黄伟哲简报，希望并明年3月完工，5月启用。会中市长甲一些民代贵宾进行祭拜祈福仪式过后，正式举行上梁典礼。进行签名好吗？谢谢。好，今天呢看到呢，在我们的华为的黄市长，还有我们召集我们的王局长，以及我们各位议员、各位长官贵宾呢，大家共同的一个参与之下呢，我们的第3地下停车场正式的来进行上梁仪式。3月完工，然后之后要验收嘛，哈，验收完一切都合乎这个规定之后，就可以正式启用，大概5月间会启用。那我们希望当然是越早越好。那从这里可以看，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停车的需求。那总共有停车位577席，仅次于海岸路，不过是这一波的前瞻的立体停车场里面席位最多的。为了解决停车需求，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前瞻经费来兴建立体停车场。其中体3地下停车场总经费8亿外，是这类建造的7座当中规模上大，会当577席汽车位，嘛是第一座开工的立体停车场。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